嗨，你哋好啊！人工智能咧真係好快咁樣改變咗各行各業啊！嗱，教育領域咧都唔例外。呢個課程咧專為學生而設，目的係幫助你掌握人工智能嘅基礎知識同埋實用嘅策略，同時學識點樣聰明地同埋負責任地咁去使用人工智能。透過有趣嘅影片講解啦、互動活動同功課，你將會學到咧人工智能嘅基本概念，特別係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 AI。人工智能同埋學習嘅實際應用，使用 Gen AI 學習嘅挑戰同優勢，建立屬於你自己嘅人工智能素養。留意人工智能對人嘅睇法啊同感受啊，可能帶嚟嘅負面嘅影響。點樣設計有效嘅人工智能嘅提示呢？ Prompts 人工智能 Robot 會幫助自己認識人工智能，學識點樣同人工智能合作，理解點樣先算利用人工智能真正嘅學習，而唔係只係依賴人工智能完成你嘅功課。發展負責任使用人工智能嘅想法，應用喺你哋嘅學習或者係日常生活入邊。今日嘅數碼化嘅世界，其實人工智能素養唔再係可有可無，而係每一個學生都需要嘅能力。識得正確使用 AI 可以幫助你學得更有效，同時培養自己嘅獨立思維同埋能力。喺整個課程嘅過程入邊呢，你會了解到咩係 AI 點樣提升學習嘅效率，幫你更容易明白內容啊，學得更加到位。你仲有機會呢，分享自己嘅想法，參與討論。隨住人工智能越嚟越普及，我哋而家都可以隨時隨地用到呢個咁強勁嘅工具。然而，能力越大，責任亦越大。你有冇諗過呢一點？試下諗下呢個情況。睇下呢個 AI 用唔夠10分鐘就搞掂晒我哋成個項目啦，真係超方便，係咪？但其實背後都存在啲隱憂同挑戰。冇咗人工智能嘅時候，邊個嚟幫你搞？學習唔淨係要個答案，而係要識點樣去揾答案。好啦，等我哋一齊睇段短片。你可唔可以分享下，有冇試過用一啲好有創意嘅方法去解決問題？咁可唔可以用 ChatGPT 幫我答啊？哈，如果 ChatGPT 都做到，我仲請你返嚟做咩啊？試下想象下，如果你係呢位嚟面試嘅後生仔，你會點樣回覆老闆？你又可以點樣幫公司？就係呢啲時候，太過依賴人工智能嘅反效果就好明顯。呢個世界有咁多問題，而人工智能都係靠我哋俾佢嘅數據去訓練出嚟。如果我哋乜嘢都交俾人工智能去諗，自己就冇晒主見，解決方案會越嚟越似，真正嘅創新慢慢就會消失，咁樣世界上嘅問題反而會越嚟越多。簡單嚟講，我哋要諗下幾時應該用人工智能，幾時唔應該用，因為呢一樣嘢先係我哋真正嘅挑戰，唔係淨係靠算法就搞得掂。我哋需要好好咁發展自己嘅同理心、創意、觀察力、關心同埋行動力。呢啲都係 AI 取代唔到嘅能力。作為學生，最重要唔只係知識，而係學識點樣學，點樣分析問題同處理問題。人工智能係幫手嘅工具，唔係用嚟取代我哋個腦嘅。我哋用人工智能去提升自己嘅能力，而唔係削弱佢。一齊去創造一個科技同人性可以共存嘅未來，一個令我哋啲諗法保持新鮮，因為多元而推動進步嘅世界。歡迎你嚟到人工智能網上課程，一齊開始啦！嗨，我係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嘅陳家旭教授啊。我本身有工程同埋教育背景，你可以喺呢個 web link 同埋 QR code 入邊了解更加多我嘅資料。講到人工智能，你會諗起咩呢？係咪大隻嘅機械人呢？定係實驗室入邊嘅高科技電腦？其實人工智能唔淨喺科幻電影入邊睇到噶，喺我哋身邊已經有好多工具係用人工智能噶啦。係啊，冇錯啊，我哋每日都會接觸到人工智能嘅軟件，
好多時呢，甚至唔知亦都唔覺。例如呢啲咁嘅喇叭啦，其實你問佢今日天氣點，已經係人工智能嚟㗎啦。又或者係用臉部識別啦，去解鎖你嘅手機，又或者係用軟件平台去電影嘅推介，其實呢啲都係人工智能嘅功勞。人工智能已經無縫融入我哋嘅日常生活入邊，令我哋嘅生活更加方便、高效，甚至更有趣。所以下次你同網站客戶服務機械人傾偈，或者用導航 App， 記住你其實已經係同人工智能互動緊。喺呢個課程入邊，我哋會再深入探討人工智能喺呢個世界入邊係點樣嘅呢？點樣運作嘅呢？有咩好處同挑戰呢？同埋佢哋點樣會影響教育呢？記住留意我哋嘅課程內容，一齊了解更多啦。See you later。